人甲你问，你讲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嘛有人问讲我是真的介意查某还是假？有人安问啦。甲这共款。今仔日要来带大家去两个就神奇的世界，一个咧是甲假物件做甲比真的较真，一个咧是甲你看到的物件做甲就细就细。一个食品模型要做甲会当成功，就是你有闻到味无？我咧。翻嘞翻嘞，哦，够甜的啦！你看伊迄油迄光安尼，真正是真。这两项呢，当讲是白饭甲炒的好朋友哦。伫阮遐会个另外一种讲法，就叫做黄金窟诶。第一讲3万粒有无？一粒30块，迄窟内底就900万。我迄完接起来，所以互大家皮看卖，甜的还是咸的？答案是甜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一个第二碗哦，第二碗，像讲你会使第二碗，叫印油布雷，连是用导游，好食呢！这两个怎样斗一张？你看，我啥都是啊。哎呦！子哥，我有准备一个礼物哦，互你带惊啦。带惊，因为我看新闻哦，你之前哦去欧洲的时阵，有拄着迄个风灾啊，惊着你甲恁全家伙啊。对，哦，迄风啊，甲雨安尼透甲，哦，去甲遐哦，啊人来就好，哦，搁开好势吼，啊搁。哦，我搁啉要了呢。哎，我拄仔有喙焦啦。有喙焦吼。啊，嘿，安那面色，我若无看唔到，这应该是我透早来。是吗？哦，对啦，因为我经过你休困的所在，你坐所在，我看到，你应该会介意。我应该会，因为这支是我家己买的，我哪有可能买我家己无介意的酒？啊，毋着谢谢你摕我的烧酒送我的吼。是啦。你这是啥物逻辑，我都看无。啊，因为哦，红酒是需要时间啊，需要爱去酿造的去甲结出来，无唔对。嘿，你为葡萄开始，你也好好甲种，做好啊，甲照顾啊，你甲慢偌久，你也好好结酒，对无？啊，你好好甲用你咧这干仔内底，啊，好好甲卖出去安尼。啊，你啉的人好好甲拍开，好好甲啉。啊，安尼就对。你讲遐济会喙焦无？你啉看觅。安尼吼，我倒咧遐，我陪。我你有准备哦。我念念。好，咱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啉烧酒。唔是，是一个两项物件吼，甲时间甲爱慢慢啊做出来的有关系啊。嘿，需要心力，爱心去酿造的物件。甲对烧酒有关系啦。是啦，我是毋是就有智慧，就有准备？准备我知的物件，就有智慧的啦。嘿啊！啊，怎咧甲咱做伙来佚佗？哦，咱做伙来佚佗的这位朋友哦，还是台语台的好朋友哦。伊虽然哦伫巴西大汉的，但是哦，伊的火是台湾的火。咱来欢迎 Kevin。哦，Kevin哦。哎呦，哇，缘投到哇，你好。那我甲你比啦，你做缘投啦。那会再缘投啦？那有可能。徛你边我淡薄仔食开呢，哦，我搁足芳的呢。哦，你徛边啊，哦，你看啥物芳的？是啥物芳的？是我你身躯芳芳啊。好水味啦。嘿啦，所以你是巴西南台湾。我是巴西大汉的，巴西大汉。我爸爸是台湾人，啊，我妈妈就是巴拉圭人。哦，巴拉圭不是巴西？不是，嘿，因两个吼都是迄当阵伫巴西熟识的。嘿，所以吼我嘿，非常的复杂，非常的复杂。所以我大概拢咧介绍家己的时阵吼，我就会想讲，到底是要讲我是台湾人，还是我是巴西人，还是我是巴拉圭人？不过虽然我伫巴西大汉的吼，不过
我这个大汉的环境内底吼，非常的台湾，因为是阿嬷甲我带大汉的。伊是台湾人巴拉圭啦，所以是台北人啦。台北人啦，对。啊，你上介的一项台湾的好食物是啥个？上介的一项台湾食物就是肉粽。为什么会去遐尼啊介意这个肉粽啊？原因就是讲吼，我细汉的，只要我想要食肉粽，我阿嬷就随时去甲我准备。啊，毋过吼，因为咱伫巴西遐吼，咱这材料吼，较歹去找着啦，所以咱啥物物件拢爱家己来。对，吼，拢爱家己煮啦。哦，好啊，阮今仔日有两个好食物，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时间的关系哦。咱来好好听看卖啊。是啊，咱来拜托吼，咱的导览先生的工课伴控啥？大家好，我是控沙。哇，今仔日真正胖胖呢，是因为 Kevin 吗？喂，今仔日啦，真正有两项，我感觉足爱好滋味要来介绍给大家哦。这两项呢，当讲是白饭甲炒的好朋友哦。炒物件也是要食白饭，有伊的加持，拢会比较足好食的哦。到底是啥物样台湾的好滋味呢？咱来看一个影片就知啊。是真的啊假的啦？是想要点菜啊？哎呦，巴肚有淡薄仔枵无？不是啊，嘴软安尼这我物件非常的熟悉，这我一看就知影什么物件。看到知影什么物件？嘿，嘿，安尼我较紧甲阮导览先生请出来好无？好，阮第一位导览先生呢，伊是伫咸菜的故乡大汉的大比，伫大比大汉的欢迎贾志平。好，欢迎。志平老师最厉害的哦，伊讲到迄是咸菜啊，食咸菜啊，这支的一粒一的，嘿，伊伫大比，为细汉开始吼，就开始咧做，嘿，做咸菜啊。伊也有一个最厉害的咸菜王，迄个王就是黄金王，嘿，都是黄金窟，都是为遐咧趁钱的啦。咸菜昂，嘿啦，足大的。等下互老师好好来介绍好无？阮足好奇的。好，来，请坐。第二位导览先生啊，大家拄有看到吼，就是迄台湾的最厉害的酱料。豆油，伊是伫西丽的豆油，嘛是算讲豆油的故乡。吼，来有欢迎我的阿祖贾一平老师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啊，伊足爱豆油的，伊有一个伊家己讲的，毋是我讲的，伊讲全台湾豆油伊拢啉过啊。啊，用啉的，有下诶。你看伊的肤色。我爱皮肤，讲生气，应该变黑色的。你讲变好笑的啦。被这导游做出来了。嘿，所以伊是真爱豆油。大家应该拢会想讲豆油应该就是一个调味的。毋过咧，今仔日听完老师的故事，你应该对豆油较有感情哦。等下交互你啊。好，谢谢。来欢迎。哦，你听，是安那讲全台湾的豆油你拢啉过，是真正安尼啉无？还是配菜炒菜？好啦，主要是吼，我有办迄个品会，嘿，你着想讲原底是 whisky， 啊，我甲变做豆油，嘿，啊内底呢，阮会有一个环节，就是互人直接食豆油。嘿，目前台湾有5种口味，我拢收集好啊，啊，就介绍互咱台湾的消费者呢。
咱即马有一个品酒师呢，是伊敢会使去品导游啊？当然嘛会使，是毋是？我已经办30几场啊。啊，导游敢有先红酒安尼哦？现在有花果香，啊，搁有枣子的味，有啊，有安尼。有一种叫做水湖的，后手，就是后壁搁迄熬煮的，这种的都有花果香，有黑麦汁的味。哦，一般咧做什么款的料理会去用到这款导游？哦，一般做侪人拢想到肉啊，还是炒一般的料理的方法嘛。啊，其实导游吼也可以跟西式香料，像迷迭香，还是甲导游放咧甜点内底，拢会使。我感觉非常的特别的，因为安尼吼嘛，当将咱台湾的这个食物吼，甲变做非常的多元。是是，所以我感觉讲咱导游吼对台湾人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。当然。啊，你拢会帮家己翕相安尼哦？这是阮爸爸啦。啊，这恁爸爸，恁遮少年着。嘿，伊即摆咧徛高，徛高，徛高，徛高什么意思？就是互迄个豆啊吼，煮好的豆啊吼，互迄个菇菌生咧顶面安尼。嘿，是。啊，伊啊一粒一粒安尼甲敲啊。无，伊即摆吼咧看伊的温度，嘿，吼啊，迄甲冰安尼，嘿，嘿啊，互伊的温度会用较焦温。这边豆油，啊，咱这边。咸咸菜。你拄正迄咸菜吼，迄桶哪会遮大桶啊？你搁较细桶，搁较大桶。嘿，太有可能呢。哦，你迄内底上无嘛就清粒，唔呐，唔呐，迄拢差不多一架地的3万两，差不多一架地几千两。产量，然后3万两。3万粒，因为迄种地过啊，地过爱甲地甲足红足红一的。桶内底3万粒。搁有较大卡的，超过5万两。你看偌有钱，你拄啊讲迄黄金窟啦，窟啊，嘿啦，一个窟啦。你读东读西啊，趁甲无人知呢。是啊，无人知。是咱规个婚姻观咧，遐人拢咧饲啊，对吧？无甲阮大 B 咧是咸干菜，大鳖是所以恁讲大比是台湾拍菜的故乡，咸菜。咸菜的故乡。因为台湾的产量8成是伫阮大 B 出嚟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这你敢知？这我唔知影。这你唔知哦，这你嘛唔知。不过我对试咸菜有淡薄仔这个概念。你会晓试咸我会菜？晓试咸菜。你捌试过？捌试过。阿嬷教嘿，阿嬷教，阿嬷教。我甲你讲啦，伊迄就是吼热人啊，转去吼上个上了，规身躯干啦，啊衫脱落来拢凹咧遐啦。阿嬷讲，啊你是咧试咸菜啊？哎呦喂！这试咸菜的中的这个撇步吼，咱唔是爱放一个足重的物件，放在伊的面顶，石头啊，石头，对无？对。足重的物件对无？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就是较肥一丝啦。吼，啊，逐摆咱去找阿嬷的时阵吼，我阿嬷就甲讲吼，你甲我去打一丝啦。迄个挂菜面顶吼，你甲我打。哎，啊，你听有无？哦，你就是爱去，我就是迄石头啦。你就是迄粒石头。嘿啦，我就是石头啦。哦。听讲哦，学校的老师嘛有带小朋友去校外教学哦，看安怎做这个咸菜哦。阮主要是入去学校教囡仔教讲安怎做咸菜，啊，互伊知影讲咸菜安怎来，为一粒种子开始种甲咸菜，安怎过程安怎生产出来，啊，互伊后摆出又再介绍阮大 B 的产业，就是咸菜嘛，要互伊较骄傲的讲，阮大 B 就是出产咸菜冠军的传承啦，这嘛是对一种由传承。细汉开始。爱好了解，爱好了解。啊，讲啥？咱今仔日要为对开始。我感觉是想要食咸菜啦，先来食到饱，啊，食到饱，较来迄啉豆腐啦。安尼好，好，咸菜先来啦，好来来，好有请有请。准备是咸菜。大哦，你看这足悬的无？啊，这个石头要去地的时阵，遐尔啊重的物件，到底是安怎甲伊藏落去？哪有可能？咸菜窟，佮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叫做黄金窟。我甲大家算一个好啊，3万粒有无？一粒30块，迄窟内底就900万。啊，今日吼，我有煮古早味的来要互恁食。我冇煮梅干扣肉，梅干扣肉，梅干对对啦。你这吼，肉切成薄，小宝吼，你够香。嘿，我连刚切薄到薄两岁啊。好食好食吼。好食，愈来愈妖啊。
咸菜先啦。好，好，有请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今日要带恁来阮大比佚佗。耶，做回来，来去。来，今日咱要介绍阮大比的位置是伫咱福林县上中心点的上南边的乡镇。阮的乡镇大概17000几人，啊，阮咸菜大比是出产是8成是伫阮遮出哩。啊，阮的土地甲水上适合种水稻甲挂菜。哦，啊，所以阮出来的品质算上好，是冠军的。所以阮的挂菜这就是挂菜、芥菜。芥菜伊是伫阮第2期做的水稻起来了，阮来种挂菜。种挂菜了，阮就算讲伊爱成长甲65天、甲70天才当收。啊，伊种的节气就是爱伫入冬。入冬哦。嘿，入冬15天前後哦，入冬是差不多幾月初幾啊？差咱國曆的10月初甲10月中了，上適合種。啊，咱即擺看到這是掛菜，這要好啊。啊，一般掛菜咱話較唔知的，就是講，阮甲叫做當年菜，過年咧食。安尼咱就攏知啊。伊就是當年菜本人。對，本年菜。對對。啊，所以這當年菜就是掛菜。要生咸菜的原料就是这，哇，嘿，这就是安尼来的啊。伊会当变，挂菜变咸菜，再搁变梅干菜，再搁变福菜、福菜、白菜，所以这会当变出一种菜出来。哦，啊，煞来咱即马看到这就是经过洗过，哦，咱挂菜来变咸菜嘛，对，啊，咱爱加盐，对，加盐落，互伊发酵。哦，才会酸嘛，主要就是爱用盐来发酵了，变咸菜，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今日有炸咱的炒咸菜，炒咸菜，啊袂，这我用古早味的方法来炒的咸菜，开鼻，啊，咸菜主要咱炒吼。老师食受紧啦，老师。你就要呢？刚刚一嘴无？哦，我好食呢，足芳的。嘿，咱咸菜主要爱甲炒，就是讲切落好，甲准好打，甲遐水分准好打，咱准备落去炒，但是咱爱加糖。所以免搁呛水吼，甲迄个盐分甲搁呛水，小可细一个就好。小可细一个吼。哎，这足厉害呢，这无炒肉，无炒啥，惊这咸咱加菜，蒜头甲咸的爱就好啊。袂死咸啊，呢。炒大概3分钟，咱就好起啦，唔免足久的。OK OK。好食好食吼。好食，愈来愈枵啊。愈来愈枵，等一个搁有诶。煞来，咱要来看咱是咸菜的影片，就是看伊的过程。好。啊，即马看到这是伫咱餐底甲挂菜，再等下咱的咸菜窟，准备是咸菜。哦，你看这足悬的无？啊，即马挂菜落了，就是爱准备蛋盐落嘛。啊，伊挂菜，你等下你有看到挂菜爱甲分好开，盐压落，安尼才会嚼。啊，了再搁石头甲缀落，缀好硬哦，爱缀足重的，无伊袂发酵。所以起来了，咱就是准备1个月后，咱就是准备出货嘛。因为上紧爱1个月哦，你若愈寒爱超40天，伊才会变。发酵较慢。对，你温度愈悬，伊发酵会较紧。所以咱这就是要准备要出货，啊叫阿送一了切头切尾安尼，这就是安怎做咸菜的过程。你迄窟安尼3万粒，你安尼干那要生安尼，你啊差不多几个人啊爱偌久伊才会满？上无爱2天。 2天，即摆用机械，几个人啊？几啊送？10几个，15个上下安尼。一天做几点钟？8点钟。哦，真忝，真忝呢。啊，你若做到一半，落雨要安那？落雨穿雨衣嘛是爱做。啊，伊淋雨啊？无要紧，因为咱有盐。哦。但是除非足大的，阮才会晓啦。无你若毛鱼拢无要紧。唔过味袂变吗？ 哈？迄味啊，迄品质袂不会，因为咱有盐，啊，佮用石头滴落，伊的水分会走出来。
这个石头要去地的时阵，遐尼啊重的物件，到底是安怎甲伊放落去？用人工搬起来啊。哪有可能？啊，用车吊吧。你若较大地，就是即马有较大地是用吊车，嗯但是较早是用石头一粒一粒甲地落。哦，细细啦，细粒的细粒无细粒一粒无。嘿，纯手工呢。纯手工，感动的啦。自种甲收拢爱手工。哎呦，嗯，啊，所来咱就是要看到这，我拄拄咱讲介绍，这就是金，咸菜窟、嘿太困。咸菜汤。咁啊，但是若伫阮遐，会个另外一种讲法，就叫做黄金窟。哦，黄金窟就是讲咱的挂菜变咸菜，才不过变黄金。啊，就是变黄金色嘛。嗯，对。金黄金黄，啊，阮若要爱钱的时阵来遮学。阮的所费，阮的读册囡仔的注册钱，啊，太太要菜的钱拢伫遮。对啊。要爱咱就来学就有，所以这叫做黄金窟啦。我甲大家算一个好啊，伊讲内底有几粒三五粒，三万3万5万， ，3万粒。是啊，你安尼差不多发觉，你讲爱一个月啊，一个月了，摕起来就会使卖啊嘛。对，一粒会使卖偌济？称斤的啊，差不多一粒安尼卖偌济30几块，30几？30块，块。嘿，等于讲山3地万粒有无？一粒30块，迄窟内底就900万。但是你扣掉本钱，啊对啊，你这无去想到嘛？人工系啊系啊。肥料药啊，足侪钱，算你500万啊，500，因为爱种啊，你先爱种菜啊，爱种菜，种菜啊爱洗菜啊，啊用车载当然嘛爱钱，无遐尔简单无简单啊，啊无你去转行哟，哦，安尼算了，无法谈。无好谈啦，无好谈是不是？无好谈啊，无好谈啊无好谈啊。嗯，所以咱即摆看到这，就是咱加工的过程，就是咱伫黄金窟刷甲晓甲挖起来，用输送带就是空杯啊起来了，送来鸟洗好了，剁头剁尾，甲分大个、细个，有叶啊，甲无叶啊，这拢爱分出来哦。啊，你要加丝啊，就是加迄种一丝一丝咱牛仔面咧蓝的迄，拢伫遮爱处理好，啊，只阿送就伫遮咧处理。吼，啊，就是爱即个过程。嘿，啊，咱即摆所看到即个，这什么物件，恁要看卖？这阿嬷的物件。对，阿嬷的物件吼，对，无错。但是我一直拢唔知内底到底是啥物呢？这是毋咧卤肉？肠萝卜对，看起来是应该是讲这会使直接摕来食的物件，毋过内底爱煮过较好爱搁煮过较好啊。应该摕来卤肉的吧？嘛是会使卤，梅干扣肉。毋对，梅芽菜哦，菜脯嘛。福菜，这就是福菜，就是讲泡菜，泡菜。台语泡菜，国语叫做福菜。有啥物无安尼共？就对啊。无共哦，来，伊的过程就是咱咸菜摕来泡好，泡炒2工至3工，伊要打毋正打的时阵，咱搁收倒转啊。落落罐仔底，煎哦红，爱煎足红的，然后淋寡盐，啊，甲倒饼过来烧好，倒饼头1个月，会搁发干。第二届发酵。第一届发酵是咸菜嘛，第二届发酵就是福菜，所以伊会变成2届的发酵。啊，伊即个煮卤肉还是煮另外一种，即种的芳开无共，因为伊有经过2届的发酵，是。所以这就是叫做福菜、泡菜，因为拍来拍去有无？爱冰来冰去，拍来拍去叫做泡菜。是。系啊，啊，咱即马这手底看到这嘛是共款，要互恁要看卖。哦。啊，这就足芳的啊，啊，平常时应该是有拢拍过2个月啊吧？这就是西瓜，你西瓜西瓜，这一看知影是老菜脯啊。这毋是，这西瓜这是小可有盐伫遐。哦，是盐哦，这就是盐的结晶。这就是菜干，菜干。阮讲的梅干菜。哦，梅干扣肉的梅干。对，就是咸菜迄粒心，咱摕起来食，外晓摕来拍。拍到打爱拍到4、5工的哦，爱4、5工才会打哦。啊，所以这爱嘛爱天气最好来拍哦，你天气无好拍起来，伊的芳开无共款，伊的香气真正是，若好天拍的起来足好食，迄芳开梅干可乐，你会食饭，敢食迄你就食到上饱。真的吼。对。啊，今日吼我有共款煮古早味的来要互恁食。我嘛有煮梅干可乐，非常期待。梅干可乐，梅干可乐。哎呦喂呀！
咸菜来哦干，咸菜干来，一个啊，这咸菜干是阮家己拍的，阮家己拍的啊，落卤三层啊肉，吼，啊用地饭来配，迄个古早味啦，主要是古早味。啊，咱真是古早味。主要咧用梅干菜爱注意到，就是讲咧煮的时阵，就是讲爱洗好清气就好，你莫用水落去甲浸，浸落会无味哦。拢真正拢无味。一定爱洗到十届毋。免10届，几届就好，两三届、三四届，你洗到无刷我也阿嬷甲我是骗，伊讲爱洗10摆。无。免，一点仔涂就好啊。你会愈洗愈无味啊，所以洗几届就好，啊，互伊了啊，剁好落油，再落卤猪肉安尼，卤苦鸡，卤迄个山站的，还是卤假肉、绞肉，迄落卤就足香的啊。啊，但是你这吼，肉切成包，好无吼？你讲咸。人工我切较大的，啊，嘿，我人工切较大。无两嘴啊，哎呀，我会互你，我会互你。唔好啦，谢谢啦。系啊。啊，咱即摆佫看到这最后这挂菜当变做一项的，变做一项的。啊，阮主要这是变起来是变雪里红。雪里红，雪里红就是伊的原料是挂菜，啊菜头叶啊，加油菜。啊，咱目前看到这是油菜，因为咱大人无挂菜。6月挂菜，几有心就是无挂菜，所以咱爱用油菜来做。所以雪里红就是用伫饭包啊，食起来安尼咸脆脆。啊，饭包炒起来，伊这色足水的，所以因饭包足爱用这。老师，哟我阿嬷跟我讲，伊讲雪菜是菜头诶，叶啊，叶啊，嘿啊，不是吗？可以啊，那是油菜伊嘛使来做雪里红啊。哦，拢会使。嘿，挂菜加菜头叶啊，加油菜，拢会当做雪里红。哦，嘿啊是做法共款，成品就是。拢共款，因为要经过1工至2工会用盐落甲生嘛，1工2工互变嫩了，稍微发芽了，咱就当甲顾起食，啊，就安尼脆脆、咸安尼。你讲发觉1、2工尔。对，嘿发芽1工至2工安就好，哦，OK，伊迄足紧的，啊，食起来会口味佫无共。对。了解了解。所以咱今仔日就是介绍甲遮。啊，希望咱大家若有闲来阮大比看咸菜、食咸菜，搁食咸菜啊！以上这是我的介绍，多谢大家。你看，一个挂菜，伊会使变成讲咱食的所有的物件内底迄个物件，但是你将来你食一世人，你毋知影讲，伊就是挂菜去演变，对，拢对吧有就这亲情，是不是？这爱甲考试。你嘿嘿嘿。搞考试啊？你考啥？挂菜有无？你甲放起来了有无嘿？你摕落去生，差不多30-40工，伊变啥物？伊就是变咸菜啊，哎哦，袂歹，咸菜华语叫啥？就是酸菜啊，嘿，啊伊若无叫生菜。因为伊就是咸咸的啊。对，没错。安尼嘛过。啊，咱拄食，咱是咧看是咧空生球拄食这梅干扣肉，这个梅干菜，台语叫啥？就是福菜吗？咸菜去拍干叫做咸菜干，对，咸菜干。哦。 OK。啊，你若譬如讲你即摆即个咸菜，你甲揢起来了后，你搁甲踢，啊，搁淋盐，2摆发酵，你甲冰来冰去，对无？伊就淡仔拍来拍去变啥物菜？拍菜。哦。所以台语你无感觉足神奇的？对啊。为啥叫拍菜？因为伊安尼拍来拍去，所以叫拍菜，对对变来无？变去嘛，啊，较早因是客语嘛，所以叫副菜，副菜，所以副伊讲无好听，所以周进国也讲啊，副不好听啦，就叫副菜啦，啊，步骤是一样嘛，不叫副菜，夫妻的夫嘛不是 ABC 吧？ ，you know lucky vegetable，变福菜，所以你食福菜，你唔知原来哦，这是反复的复，对，原来是。啊，你若台语就知，哎，伊捌拍啊，拍来拍去，叫拍菜。啊，大家去斗我好无？谢谢。我三号，这太趣味了，这个故事。哎呀，感谢苹果，谢谢。
啊，大来要来问一下导游嘞。好，对哦，哦，来，你听啦，你听啦。咱台湾的导游有一头拍，甲无一头拍，伊的风味是无共款的。我有乌黑完接起来请大家品看卖，这味是甜的还是咸的？答案是甜的。哈，腌起来煮汤，内底无鸡嘛无柴鱼，甲好的导游结合做伙的时阵，它会产生一个就好的风味。这简单料理就才好食着。对啊，台湾虽然真小，不过吼，我必须真骄傲的甲大家讲，台湾风味足丰富的。今仔伊介绍了，感觉导游哦，嘿，嘛是无简单呢。对。好，对哦，哦，来，你听啦，你听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泽，我是一个做导游的人。莫看我少年吼，我其实对细汉做到大汉，我做导游已经有20年的经验。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无？嗯，这是什么咧？仙草。对，青草生草，嗯，搁有无？咱头拄仔有讲到的。烧的仙草。较认真来啦，快点讲，较认真啦。是导游。不过更精确的讲，这是台湾传统的导游。哦，伊有一个名称，就是印油。印尼。嘿，啊，印油就到底是啥物件呢？足侪人拢讲吼，印油干来用乌豆仔做的。哦，啊嘛有人讲，印油是用就是导游膏。啊，毋过其实这种是无完整的解说。吼，其实印油有2个重点。第一，就是伊是用规个的豆仔来做的，所以讲，毋管是用乌豆还是用黄豆，拢会使来当做印油。啊，第二咧，就是咱印油吼，一定要经过日头晒过，伊迄芳度才会出来。吼，啊，咱头讲，咱导游咱印油是用规个豆仔做的，所以咧，伊这制作的过程当中吼，无需要麦啊，所以真适合迄种肤质过敏的人使用。哦，这就是咱台湾印油的特色。好，啊，即摆咱带咱大家来甲咱徛锅的所在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吼，咱即摆今仔日若是咧食豆腐的时阵，你为什么会问导游，毋是问盐？差咧倒位？啊，就是一种味啦，我讲袂出来，就是无共款嘛，回去就是无共款啦，嘿啦。英文是毋是有一个词叫乌妈咪？啊，是毋是迄种意思？嘿，除了香味了，就是重点就是有妈咪，就是国语的鲜味。啊，你敢知影鲜味安怎来？鲜味就是爱发芽。嘿，就是爱发芽。对，透过发芽，甲迄个蛋白质内底分解做变成氨基酸，伫咱的喙内感受到的就是鲜味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做导游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哎呦，讲到菇，足够水咧，足够水了。啊，其实这就是咱讲的菇。啊，讲到菇吼，大家拢会感觉安尼噗噗的味，还是讲看起来垃圾垃圾。其实哦，咱喺台湾，你只要甲温度、甲湿度控制了好，就会生了遮尔水。我拢感觉这参像迄个小鸡刚出生的画面。系啊系啊。嘿，很有生命力。啊，有好的导菇，才有好的导游。好啊，带来咱即摆带大家来这个红光店吼，咱想象者，即摆是透中昼，咱请大家吼，甲手伸出来者，感受者，望迄个红光挂，你有感受到啥无？哎呦，先烧啦，小烫烫。对，就是温度。咱台湾的导游吼，咱头有讲过，一定爱日头拍。今仔有日头拍，甲无日头拍，伊的风味是无共款的。吼，过来，我即摆甲这红光挂拍开啊，来请大家片看卖。吼啊，我几工前吼，我有乌黑弯接起来，啊，所以互大家片看卖。好啊，你麻烦你片了后，甲我讲，这味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啊，这顶面的画面是糖还是盐？汤的啦，莫惊。哦，我知，这是糖啊盐，啊片看是甜还是咸？甜的牙手，感觉是甜的。我感觉有淡薄甜。咸的牙手，
咸的。三个咸的，啊，我嘛是甜的，啊，我两个甜的。好，咱来公布答案。好，答案是甜的。为什么呢？咱看后一张图，因为吼，咱这个豆油经过4个月熟成了，伊产生的芳气啊，其实是一个甜气。为啥阮确定是甜气？因为会吸这个芳来。哦。嘿，但是我有问题，我闻的味，伊明明就是饮过的味。是，伊其实是饮过仔味无，啊，其实伊内底有小可甜甜的芳气咧内底。是啊。我会使试看无？你是芳，哎，你试看卖，你试看。我用你要配吗？我用先试看。哎，我袂讲了。正确的是咸甜，好无？哦，是。我嘛迄个食起来是咸的，啊，毋过闻起来是甜的，安尼。哦。无，即个芳嘛袂怪。啊，咱过去吼有一个做特殊的所在哦，咱过去咧了解咱台湾饮料的文化的时阵啊，等下，那有甜，是咸的，对嘛？是有够咸的。偏的时阵啊，你偏的时阵哦，对，甜的是甜的，啊食的是咸的，所以是咸甜。咸甜。对。咱过去吼就是咧了解咱台湾饮料的酱厂的一寡故事甲文化的时阵，较知影。较早云林的后尾有一间豆油工厂叫做金波酱油，伊的别名叫做蝴蝶牌，就是蝴蝶牌。嘿，为什么叫蝴蝶牌呢？原因就是因兜的豆油熟成了，会吸引蝴蝶来偏芳。啊，阮兜是芳，安尼。哦。这就是咱台湾饮料一个做特殊的一个所在。好，再来咧，咱发酵好啊嘛对，咱摕这个酱汁起来加热，甲伊变做真正的豆油吼。啊，咱头有讲，咱台湾的饮料啊是用规个豆仔来做的，所以咧伊的芳气啊是属于油脂类的芳气。所以咱台湾的豆油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爱煮甲滚，伊的芳气才会出来。嘿，啊像这种豆油啊，伊都适合来卤的。传说中的老卤，就是爱用台湾的饮料。愈卤愈芳，嘿，啊像迄个饮料吼，若是迄种高浓度的啊，伊更用起来煮汤，因为咱一般敢若知影用炒的，用用卤的，啊用腌的，其实伊上好的方式啊，伊用起来煮汤，伊甲卡玛豆，甲迄个宝贝啊，做伙来煮，它会产生一个足好的风味。哦，咱即摆食看卖。哎呦，即内底敢若有宝贝啊，一寡酒。个豆油安尼尔哦，就这3项尔，是其他啥物拢无。拢无，你啉看嘛。啊，这豆油特别选倒一种豆油无？就是红底油。红底哦。对。好酒啉红底。嘿，同款意思。伊这专属哦，啊，你有食到什么味？讲袂出来呢。讲袂出来。一点啊，敢若柴鱼片的味。芳味了。芳味。嘿，其实拢无，内底无鸡，嘛无柴鱼，嘿，加豆白啊，所以你用迄个富含氨基酸的食材，甲好的豆油结合做伙的时阵，它就会产生这样好的风味。哦，这简单料理就这好食了。对啊，台湾的豆油就适合做汤头。这根本是火锅汤底。是，就适合的。是。哦，啊，再来，我咧2016年的时阵吼，开8年的时间。走访整个台湾行透透啦，我发现哦，台湾虽然真小，不过吼，我必须真骄傲的甲大家讲，台湾风味足丰富的，就像咱即摆看到有5种风味，所以啊，咱其实免欣赏讲日本有豆麦酱油，有迄个米色，啊韩国有泡菜，还是大酱，其实咱台湾就有一个超过100年，而且咧足有文化的一个酱料，就是咱的饮油。所以讲咧，风土不输晚球，就咧咱大家生活当中。感谢大家。谢谢。啊，我有问题，我最近有问到一个问题，讲，你迄个白豆油，白豆，这是日本的讲法。哦，日本的讲法。白豆油伊是大部分可能90成，还是全部拢是麦啊。有一寡酱厂吼，它会少部分的加入黄豆，安尼。白豆油。所以伊的色水就会足浅的安尼。台湾敢有做？台湾嘛有，台湾叫白饮油。白饮油。啊，我个问题，香港
煮饭拢有老抽、生抽，生抽，迄有啥物无共的？台湾嘛有吗？其实嘛，就是做法无共啊。你若像香港的话，主要是用黄豆。吼啊，伊其实伊要扩散迄发芽的面积的时阵，也使用到麦啊的面粉安尼。啊，台湾是一点小麦拢无安尼。我的问题哦，就是讲吼，因为我会记得细汉时阵，阿妈咧炒菜有时会用这个叫做印匙啊。这印匙啊吼，敢是你做了这个豆油了后吼，这倒落来物件就是叫做印匙啊。其实敢是迄罐就是是，这个是印匙啊，毋过做完豆油留落来哦，伊其实是做豆油进前的原料。哦，佫进前哦。嘿，是进前，毋是做印匙啊，就是起来做印油安尼。原来是安尼，所以这内底就是印匙啊哦。你要食看卖这无？其实就是印匙啊。哦，我晓得。应该足咸的哦。哦。就咸啊，咸，就咸到大锅。哦，对，这印匙啊无唔对。即马咱今仔伊介绍了，感觉豆油哦，豆油的嘛是无简单的。对这5项我拢真正是无感觉吼。是啊这是偏较有这味吗？还是假的你？共时阵食，你就已经食出这明显的差异啊。对，讲一时阵食，嘿，同时吃是哦，就是我头讲的品品会安尼。蜜露花呢？对，蜜露花，嘿，有花香。是。这有讲啥物产地有特别有即个味无？主要是迄个酿造的方式无共款，盐水较济，盐水较少，吼，还是讲伊是后端熬煮，还是搁再次酿造，所以它的风味完全拢无共款。敢若是咧用酒共款。对啊，结酒共款。嘿，其实最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台湾会出现这么侪风味？因为咱的饮油吼受到中国、搁有日本的制法的影响。吼啊，来到台湾了后，佮受到咱台湾气候的影响，所以就衍生出这么多种风味安尼。哦。咱是移民文化。是对。佮有问题无？无啊，差不多。嘿，那我感觉咸菜啊，甲豆油拢是台湾的最好的滋味，毋过有食饱无？啊袂。啊未食饱吼，今仔日两位老师佮有加分的好料理哦，今仔拢传出来啊，来，阮就来食一个。好。无可能，安娜，我先在那边无可能，咸菜无可能遮多。伊个啥物啥呢？烤，有无？绝对拢是这。这叫印油布雷。啊，竟然是用豆油。嘿。安娜，好食，好食呢。食落去，互人心平静呢。因为阿弥陀佛，到底今仔日是哪里？我是咸菜，咸菜。蛋对啊！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咧，刚刚够有咧庆恩呢吼。咸菜啊！对，好听好食。哎呦，这大便收起来啦！袂啦，你看，爱烫伊的叶仔就这么长，这叫长年菜，对不？咸菜啊啦，挂菜鸡啦，对啦，对不？这种正港的挂菜人鸡，因为鸡伊的味吼较无遐重，所以伊用味共款无遐重的挂菜。啊，你用鸭肉咧煮更较好食。鸭肉。这米鸭巴吗？这鸭肉，这鸭肉你一定要用鸭肉，鸭肉的油是就适合咸菜，感谢。所以咱用鸭肉来煮上调味。上调味。对。这敢有搁加盐？无无加盐啊？加姜母，加迄个米酒，安尼。老师天然发芽的咸菜吼，伊的酸度是就是嘿啊，搁干咩干，对，啊，伊咸菜爱脆，而且有嚼劲。对，食起来才会好食。哦，伊酸很足，足自然的，嘿，足自然的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，安娜，我先在那边无可能，无可能。哦，无可能好食。那个咸菜无可能遮多。啊，这煮嘛有关系啊。因为可能遮多，无可能。一般来讲，生菜咸菜拢是软软趴趴的。因为无肉爱先好，咸菜才落。
啊，几分钟了，你就爱关火。那个煮遐尔烂啦。嘿，一般的人就是讲咸菜甲肉做伙落。唔是做伙煮安尼才入味吗？唔是，啊？啊，你的汤哪拢有遐尼济味，咸菜。因为伊的料就是好，咸菜原来的原料就好，生料有法，加料有好，哇，伊的酸才好食，过脆。你这咸菜啊，拄则我算过，加到28喙，我那个切。真的哦，因为你几分钟啊就好啊，你袂使我来算看卖。你看伊遐切，伊个啥物啥呢？烤，足脆。太直播。烤，有无？绝对拢是切，切，那才恐怖啦！啊，就是所以煮嘛，足大关系。嗯。我一个第几碗哦？第二碗哦，第二碗哦，第二像讲碗。你会使第二碗。因为伊要拍包太好食啦！等下好啦，你要包好啦，好啦，这好食着吼，哦这食袂停那个。食了咸的哦，嘿，够有甜的哦，食甜，食甜的。对。甜。我啊，你想要食不是你不是豆油吗？那是甜的。其实吼，做这甜点啊，伊拢需要用盐，咱只是甲盐换做豆油安尼尔。嗯，哦，啊，所以伊的甜气吼就会被凸显出来。是，咱来试看卖哦。这是啥物哈？今仔日知？这叫印油布雷布嘞哦，布嘞。啊，竟然是用豆油印油，，嘿，对，取代盐安尼。哇，看卖有布嘞。啊，吃起来比较没那么的，它没咸呐。哦，这嘛足香的咧。听起来无豆油味。好食。完全无啥物豆油味。哎，而且呢，伊加豆油落了，伊其实有一个淡淡的焦糖味。有嘿对啊，好用哎，原底是无啊。焦糖。安娜，好食呢。好食呢。真这都个，会使啦吼。你真个甜咯，会食落会互人心平静咧。唔知安那做规拢静落来了。因为阿弥陀因为拄则咧食这咸菜鸭的时阵吼，伊是安尼，你的声音啦，咔咔咔咔咔，哦，安尼足闹热咧。但是你这安尼含落的时阵，啊，全规个人做定定，拢化气咧。啊，迄个香气是安尼豆豆安尼，嗯，就疗愈。这是你发明啊？这阮哥哥做的，你个做诶？好厉害。阮就是要改变大家对应油料理的想法。哦，哎，其实咱应油做者方式会去个延伸呢。像我头讲的，盐跟西式香料结合，嘛应该甜点结合啊。竟然当做甜的物件。哎呀，伊甲冰淇淋揽做伙嘛最好食。哦，一定真正好哦。食啊！哎呀，食个清去啊！这两个真正斗一担，我嘛是。这个真哦，你看，我早就是啊。哇，这就是上盖老我实的，爱啉料，这上盖我一定饮料啊。我嘛咧甲啉料，哎呦喂啊！两边拢足赞的，拢足赞。哎，大家足强呢食懵食，阮今仔爱投票啦。爱嘿啦，爱投票啦！到底是爱豆油，还是要爱咸菜咧？上痛苦的环节来系啊，就歹选了，歹两个拢想袂，该使。你真歹选了，来来，来，这刚刚我都评来，无咧第手的，无咧第手的，起来，嘿，好，等下啦，来，无咧等的，好，我袂想好啦。好，是叫等下来，到底今仔日是豆油，就紧张的。豆油啊是咸菜，咸菜。我今仔日才知影豆油的学问是遮尔啊深，遮尔啊无简单。我看到伊是用新的观念去甲古早的一个工艺，去做新生命这样子。嘿，我介意，但是我嘛足介意咸菜啦。真正就目睭开开点的。你卖假啊？真的啦，我真正选袂出来，我两个拢足爱的啦。是啊，你哪会选咸菜？
因为我做爱检菜，我头因为阮某是迄个客家人，我头还咧甲大哥讲，我想要做一寡客家料理，啊，你有迄个生菜，我想要重现安尼。敢若会当我做爱食食生的。拄啊，迄梅港口路嘿啊，迄迄啊，嘛是要用到豆油啊。系啊，会当啊，是啊是啊，合作愉做快，朋友啊，会使会使。啊，你嘛解说者。我原因就是哦，我一直以来吼，就是讲咱台湾的料理吼，咱豆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啊，不过今仔日食这个店吼，就是完全突破我对豆油这个概念，啊，所以我就豆予这个布丁。毋过你拄啊迄啉两碗呢？对啊，你安尼讲袂过。袂使哦，安尼袂使。我自豪甲你惩罚。是讲我做欢喜的啦，不是，因为我细汉时嘛有咧做咸，有咧试咸菜啦。袂付啊啦，我免解说啊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今日两边拢赢啦。谢谢。各位观众朋友哦，你若是有趣味故事，欢迎来海导览城市报名，讲予大家听。啊，记得哦，要去台语台的 YT 频道看海导览城市的节目，看到你爽为止哈。咱后一来相会，拜拜。